歡迎嚟到 Hive Academy。我發現好多企業老細，甚至 marketing 高管，到而家買 AI 都仲係停留喺買 Microsoft Office 嘅思維，每個月俾幾嚿水訂閱費，買個所謂嘅 AI tool，然後逼啲員工去上堂學點用，祈求佢哋做嘢快嗰10%。如果你仲係咁諗，準備俾人淘汰啦。硅谷最新嘅風向標話俾我哋知，2025年企業已經唔係買軟件，而係直接買勞動力。以前 SaaS 時代，軟件係工具，係用嚟輔助人去處理流程嘅，等於你買把好靚嘅刀，最後切菜嗰個依然係你。但係 Thesis Capital 嘅創始人 Edward Chai 最近嘅一篇文章就直接同大家指出咗個殘酷真相，我哋已經踏入咗一個巨大嘅分水嶺，而家嘅 AI 係 Software as a Service 嘅終極形態。佢唔再係一把刀，佢係一個直接幫你切菜、炒餸，甚至連客都 serve 埋嘅超級數位個體。即係話你唔係買個工具返嚟幫自己慳時間，你係買緊一個全能分析師、工程師，甚至係超級 sales。你一定會駁我，喂，AI 有時會發神經、亂答嘢，好多幻覺㗎喎，安全咩？睇落高風險喎。呢個就係點解2025年被稱為分水嶺。硅谷班黐線佬已經喺系統底層補齊晒呢啲氹，而家玩 AI 唔係單純鬥打 prompt，透過成熟嘅 RAG 同埋權限審計，AI 嘅幻覺率已經跌到落5%以下，決策時間由以前要等幾日縮短到幾分鐘，最恐怖係成本，一個 AI 勞動力時薪低過$3，仲要7×24唔使放假，唔使供 MPF。當 AI 由不可控變成高度可營運，你估下啲大企業會點？梗係全球瘋狂泵水落去啦！睇下硅谷嗰啲超級公司點玩降維打擊。Hicksville 用短短9個月，靠 AI 應用加行銷，做到$2億年收入。人哋追求嘅係每人$100萬嘅極致人效。Palantir 直頭由諮詢公司進化做 AI 服務公司，直接幫客設計流程，要個軟件自己跑個 result 俾你。所以各位決策者聽清楚，未來唯一嘅出路叫 Agentic 工作流，唔好再諗點樣優化舊有流程，而係由零開始設計一個俾 AI 原生運作嘅系統，俾權限啲 AI 智能體，等佢哋自己去 call API，自己完成任務。當智能主導咗成個營運命脈，你公司嘅組織架構、你嘅預算機制係咪仲停留喺石器時代呢？呢場革命已經開始咗，唔想被時代巨輪車死，就即刻醒水啦！想緊貼最前沿嘅 AI 同 Crypto 商業趨勢，即刻 subscribe 我哋 Hive Academy 嘅頻道。你覺得你間公司有冇條件引入 Agentic Workflow？留言同我交流下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